香港正致力建造一個智能化以及可持續發展嘅未來，將建造工藝改為預製生產，透過標準化及機械化流程，提升能源效益，藉此實現可持續發展，係建築界嘅重要使命。新輝期望喺建築嘅每個階段，由規劃、設計、採購、施工、營運到落成後嘅保養，都做到節能減廢，盡量減少對環境造成嘅影響。建築項目位處西沙呢個地貌獨特嘅地方，附近有唔同類型嘅自然環境，包括紅樹林、保育地帶以及郊野公園。由工程一開始，我哋着重減低對附近環境嘅影響，而唔係事後先至作出補救。機械臂主要應用嚟取代砌磚，使用者可以按唔同類型嘅石屎板同埋間隔設計，配合程式一鍵自動操作，一部機器就能夠做到石屎板嘅搬運同埋安裝。佢最大嘅好處就係將啲咁需要體力勞動嘅工作變得輕鬆。自動程式唔單止慳到人手，仲可以提高作業效率。機械臂末端嘅 Free Movement 系統能夠輔助最終嘅安裝步驟，精細嘅微調令到安裝更加精準，而機械操作亦可以令到建築質素更為統一同埋穩定，對項目嘅監察自然相對輕易。近年建造業面對工人年齡老化、年輕人唔願入行嘅問題，新技術已上手，工作環境遠較傳統砌磚乾淨，相信可以吸引更多年輕人入行，提升咗行業嘅可持續性。傳統砌磚過程會用到大量嘅沙、英泥同水，亦會產生大量粉塵同噪音。團隊改用機械臂配合石屎板，就唔再需要喺工地砌磚同埋批檔，大大省卻物料嘅容量。過程亦唔再產生噪音及粉塵，碳排放量足足減少咗2768噸，相等於12萬棵樹可吸收嘅二氧化碳量。喺施工前，團隊要預先規劃點樣編排同埋安放組件，將生產流程規範化，可以節省運輸時間，亦能夠將工作時數降低，提升整體工作效率。此外，人手砌磚對師傅守門要求較高，能夠提升產能及減省驗收成本嘅空間已經飽和。使用機械臂唔單止令到項目質素更穩定，更具有優化嘅潛力。我哋喺西沙項目對呢個機械臂做咗好多測試，確保佢個可靠同埋實用性。長遠係會應用喺所有需要附贈石屎板嘅項目度。宏觀嚟講係節省咗人手同埋資源，提升咗整個項目嘅可持續性。